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又係明報530新聞時間，今日係3月25號星期一，歡迎收睇。三角洲港口有裝滿電動單車嘅貨櫃被盜，警方後嚟尋回貨櫃，但係貨品就不翼而飛。苦主喺網上發布視頻，陳述猖狂盜竊手段，希望借助民眾力量尋回失車。三角洲市警指出，事發喺3月19號凌晨1點左右，一架印有 Rider 字樣嘅白色半掛式貨車駛入三角洲港口嘅一個倉庫停車場，並喺幾分鐘內用貨車偷走其中一個裝滿貨物嘅貨櫃，而警方就喺事發嘅12小時之後接到盜竊報案。三角洲市警繼續指，蘭里市一名輔例官員喺上個禮拜五係處理一宗非法停車嘅投訴時，發現涉案嘅貨櫃車，並通知咗當地騎警。蘭里騎警發現貨櫃車冇車牌，貨櫃亦都被清空。初步調查顯示，作案疑犯為一男一女，但係未能鎖定二人同埋失竊物品嘅去向。苦主 Bytrix 公司嘅網站近日上載咗案發嘅監控視頻，顯示一架白色貨車拖走一個綠色嘅貨櫃。自稱係該公司始創人嘅 Roseanne Thomas 喺視頻中表示，被盜嘅貨品係該公司即將推出嘅最新產品，更稱貨品市場價值達100萬元。考慮到早喺2022年喺本拿比發生涉及3700萬元貨櫃商品被盜嘅案例，由於警方目前仍喺追緝該案嘅3名疑犯， Thomas 對警方幫助其公司尋回貨物嘅能力並唔抱有太大期望，所以佢希望藉住喺網絡發佈視頻，讓案件引起公眾關注，同時借助民眾力量尋回失車。最近有冇發覺響嘈雜環境較難聽到人哋講嘢，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，甚至有耳鳴嘅情況？如果有，快啲揾永明聽力嘅專家鄺永明小姐啦！佢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同舒緩耳鳴經驗，創新隱形 AI 智能助聽器，有超強減雜音功能，響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人哋講嘢。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，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啦！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，咁就要去港利行啦。佢哋唔只有優惠，花旗參仲係100%安省種植，仲有滋補養顏嘅燕窩盞系列，同埋豐富膠原蛋白嘅海參添。多款產品都有精美禮盒裝選購，仲有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㗎。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，而家更有網上服務，喺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。養生健康首選港利行。溫哥華市府今日起正式執行 Crab Park 帳篷城嘅清理行動，市警局同埋公園局今日派員封鎖現場，而維權組織就持續要求市府停止行動。維權組織 Stop the Sweeps Vancouver 今朝喺 X 平台發文，指市府、市警局同埋公園局已經派員封鎖咗現場。組織分享嘅相顯示，帳篷城已經被藍色圍欄包圍，現場亦都有多名市警同埋公園巡邏員駐守。組織聲稱市府正喺度驅趕區內嘅居民，並一直否定同埋無視居民對行動所提出嘅意見。市府今日發出嘅一份聲明指出，截至喺今日正午時分，喺當地嘅30名原居民當中，只有5名留咗喺帳篷城入邊。市府希望呢5人今日可以接受當局同埋其他社區組織嘅協助，遷移到其他區域，方便市府人員為清理行動作準備。市府亦都強調，今次嘅行動並非拆卸帳篷城，亦都冇驅逐區內居民嘅打算，純粹係應對當地衛生同埋安全擔憂嘅計劃。而出於對大部分已經遷移居民嘅尊重，市府同埋公園局將會如期執行清理行動。Vancouver First Realty 佳域地產 The Winning Team 係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嘅出色團隊，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嘅 Winnie Lam 林太，忠誠服務客戶嘅 Terence，一切以客為本嘅 Jessica， 誠懇對待客戶嘅 Daniel， 仲有我與時並進、力求創新嘅 Edgerson， 我哋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。當你覺得聽力越嚟越差，同人溝通有困難嘅時候，有冇諗過一對配得好嘅助聽器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嘅樂趣？
嚟 Lansdowne Centre 嘅卓能聽力中心揾經驗豐富嘅李志廉博士傾下。佢唔單止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，更可以為你配翻一對合適嘅助聽器。而家嘅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，仲有機會攞埋一個高清電視盒，優惠期有限，快啲打個電話俾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啦。大溫地區嘅櫻花已經出現，預示咗春天提早咗嚟。有氣候同生態嘅專家就指出，櫻花提前喺3月綻放係氣候變化嘅跡象，令人感到擔憂。大溫地區氣溫開始回暖，而有唔少嘅地區喺上個星期起已經陸續可以見到櫻花綻放嘅美景，吸引咗唔少民眾出外賞花同埋打卡。卑斯大學嘅森林同養護科學助理教授 Elizabeth Vukovich 表示，雖然喺一個美麗嘅春日漫步嘅時候，體驗住早春嘅感覺非常好，但係呢個現象就對植物同埋生態造成咗影響。對佢嚟講，呢個現象係預示住更嚴重嘅問題，包括今個夏季可能出現嘅山火，以及海平面上升同埋其他氣候變化所帶來嘅後果。佢又解釋，由於北方嘅變暖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，加拿大同埋好多其他國家相比，現正經歷更顯著嘅氣候變化，導致本國嘅春天更快嚟到。